是公司第一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5月初5 AM 新闻，我是陈志安。现在看今日新闻重点。方面，接近大岛的平湖透早就开始咧雷公雨，马经的一个透天社区地下室引起10几台车全拢浸水。在地铁站化起价试算出来，差不多会起4成。台北到高雄的自强号上济起价1145块，比合高铁差不多。美国各地大学学生以下冲突的抗议愈闹愈大，有媒体表示，看这世面恐惊影响到拜登拼连任。新闻一开始，先看方面接近天气又搁变甲无稳定。外岛的平湖对透早就开始咧落雷公雨，连带影响到机场7座航班，各有1500名旅客。影市区嘛出现积水状况，马经的一个透天社区地下室是规个引起，有10几台车全拢浸水。抽水莫大大声地运作，甲地下室的淹水拢抽出来，之后10多台汽机车全部拢变浸水车，也个蹲放伫地下室的物件也拢全部浸歹去。居民讲，伫遮住10多年，毋捌发生过。车子都淹到那个座椅那边了，整个车子的电脑都坏了。我们这边住了10几年了，都没有淹过，不像之前下太大雨都没有。马经中公里这个透天厝社区，早起8点外有住户甲里长求援，地下室因为落大雨开始淹水，捌淹甲腰遮尼悬，怀疑是社区边仔的污水工程造成的。水处理工程的这个水道问题，它那个水也很多，它因为排泄不及，然后把排出来的水一起流到那个地下室。初5早起8点外，根据气象署的资料统计，马经市雨量61.5毫米，累积雨量98毫米，达到大水河的标准。市区未少路段出现积淹水的情形，平湖机场也因为雷雨的关系，航班延误还是回航。慢半小时。我慢大概1个小时。就在上空盘旋。对啊，有延误一下，至少有20分钟吧。短1点钟的雷雨影响7班航班，拢总1580个乘客。机场往回台南航班取消，改用加班机疏运。另外，平湖水族馆去予雷公线击着，内部电气设备受损。礼拜紧急停业1天，启用发电机来供应空气。馆内成本复加载无普及，损失也有待估算。记者综合报道。那讲到最近这半个月以来，桃园已经停电停要20届啊。昨半暝啊，伫咧中立甲大园是又搁再停电，影响有2779户。也今透早6点05分，是搁在换桃园的旧山甲新北南口停电，有6627户受到影响。最近桃园一直咧停电，初5早起6点5分，桃园市旧山区大公里一带甲新北市林口区河南里附近6627户停电，台电紧急抢修伫7点30分全部来电。有大公里居民表示，早起6点外暂停停电，各有电，各停电到7点外。6点起来的时候就没有电，可是差不多没多久又来了就停了一下又来了。一半的时候电梯给我冻在那里，那是我最害怕的，求救无门。没电也是要赶快把它搬出来找地方兵啊，不然食材坏掉那都是钱呢。其实初18日暗时11点44分，桃园中立区领航南路、大丰区、清城路附近就传出停电，影响2779户。初5透早12点54分全部复电。初5拜四早起6点5分，桃园市旧山区、新北市南口区停电，影响6627户。7点30分全部来电。在台北市大安区顶河上款附近，拜六暗时8点18分也停电，影响445户。暗时10点12分才有电，拜日透早北投区也停电，影响2908户。半个月以来，桃园市已经发生将近10摆停电，外界烦恼是毋是有欠电问题？台电澄清，最近停电大部分是设备问题。最近因为设备故障的问题，它也有一些是因为
之前有雷雨的关系，也有外力的关系，真的缺电，那修好之后它就能够恢复供电，那哪叫缺电？它就是设备故障了嘛。台电表示，电力设备因为天气设备维护老旧等因素，难免发生各种停电。桃园地区配电路线高达1.2万公里，气线有1109条。已加速桃园地区气线自动化建制，佮全面检查配电设备路线甲燃料置换机制，希望将停电对民众影响降到上低。记者综合报道。交通部已经同意国道客运新起价，因29年无起车钱的代替，即马嘛提案讲要起价，这试算出来车钱差不多上济会起到4成左右。若是掠长途的台北到高雄的自强区来算，可能会起到1145块，免坐高铁是差不多。杀大包小包行李，台北火车站的卖票大厅透早就未少民众来买票，准备出外佚佗。不过20多年无起的票价，因为代替公司化了后，即马恐惊票价嘛爱对你调悬。好像有点多，时间会拖长啊，然后价格差不多。台铁它是那种区域性的，台南到高雄或者是嘉义到台南，我觉得可以考虑。对，但是不会考虑从台北坐到那个高雄这么远。以票价来说，它已经涨价了，然后时间要花那么久，还是以时间上的考虑为优先。进前代替公司依照立法院核准铁路运价的公式，合理报酬率是3%至5%，试算出3个方案。调整了后，基本费率分别是每人每公里1.98至2.11块不等。调整幅度是伫35.62%至44.52%中央。若做以底停区间车做试算，台北到板桥的票价可能为即卖15块，上济起到20；自强号板桥到台北会为即卖的23块起到31块。民众感受上深的也是以长途为主。台北到高雄坐自强号一届起超过300，票价可能为即卖的843块起到上济会到1145块。它的票价好像30年都没有调，所以真的是偏低的。他要去维持他的竞争力，他要维持他公司的永续经营，这个财务收入等等的。所以我是觉得检讨票价、调整票价我觉得是应该的。当然不是完全反映的哈，因为他应该也有一些另外的业外收入等等。学者认为，代替今年已经公司化，袂当亲像较早同款，趁也是了的责任拢爱政府担。票价的调整对公司化的代替来讲，才是正常化的经营模式。因为财务都爱家己负责赚了，只是代替的票价到底调幅偌济，什么时阵开始实施，都要经过董事会、交通部费率审议会的审查，再个报行政院核定。记者综合报道。政治的消息来看到，赖清德甲萧美琴5日控就要就任，民进党今日公布新内阁处长的人选。准行政院长杜英泰是表示，内阁成员拢是跨党派、跨领域的人才，希望未来会当团结合作，打造科技创新、永续的台湾。今日新内阁其中，行政院副发言人是找民进党的前发言人贾祖涵来做。内政部处长是在防专家、民团大学副教授马树权，佮中兴大学副教授董建宏。教育部处长是前立委周廖万坚和台大教授叶炳成。交通部处长陈彦碧留任，也有前铁道局长吴胜煌就任。农业部处长是前农粮署署长吴忠义，佮高雄区的渔会总干事黄兆钦，卫福部处长是前立委林静怡，佮吕建德。也财政部、经济部、文化部、劳动部处长是拢总留任，税部处长阙和明嘛是留任。继续关心5日控要到，国民党的立委马文君是安排立委5月16要做伙去太平岛视察，讲主要就是要宣示主权。民进党的立委是批评讲，安尼时做恐惊会互咱的民主盟友误解讲咱是咧替中国作威。也民众党这边是讲视察国土本地就是立委的职务，免受到遐尔政治。新区政府交接进前，立法院外交甲国防委员会国民党调会马文君摆定5月16日率领南北立委去太平岛巡视，不过伫国防委员会拿赢但因空无登记，引起关注。所谈的马文君表示，主要是要宣示主权，巡视工程，慰劳驻军。
民进党立委吴思瑶是批评，这会互民主盟友误认识台湾替中国造飞。考察一下我们自己一些工程，还有慰劳我们当地的一些部队啦，还有宣示主权。立法委员应该也要去了解我们固有之疆土，也不要把它换政治化啦。国民党此团可能释放了错误的讯息，都是要透过集体的行动，为中国助威风，为自己的政府添乱子。学者分析，立委考察太平岛是过去就有的行程，比如2016年，岛过朝野立委斗阵去太平岛巡视，加上南海局势继续紧张，外界免过度联想。北京是北京，那台湾是台湾，那我们要做什么事情？真的不用去顾及北京怎么想，觉得该做的就去做。那如果觉得不应该做的，有损台湾的国家利益，那当然就不用去做。面对中国继续在印太地区扩张影响力，甚至威胁大海，新任美军印太司令部司令帕帕罗在沙地交接典礼致辞的时阵，都直接批评中国用非法威胁、向下加欺骗的行为，继续在印太区域扩权。My friend General Bronner from the Republic of the Philippines has a phrase called ICAD, and he has renamed gray zone, which sounds otherwise benign and dull, into ICAD, which is illegal, coercive, aggressive, and deceptive. 为美国公布相片引发到，咱的参谋总长梅家秋也得到邀请参加。学者认为，这象征台美军事合作高层交流一直是正密切。记者综合报道。那讲到立法院的国防和外交委员会立委齐卡森，顶礼拜提咱国透过捷克去援助乌克兰这件代志，来质问外交部长吴钊燮。今仔齐卡森是搁再指控讲，外交部有甲捷克签密约，要去影响人的内政。外交部这边是强烈批评，强调双方合作绝对是公开透明，一切拢是依法办理。这个是我们外交部一直在跟我们的那个友善国家在做讨论的，跟萧副总统当选人去没有关系。今天的说法呢，能够记得哈。顶礼拜即阵，国民党立委齐卡森就当面问外交部长吴钊燮，有关咱甲捷克共同援助乌克兰内容，闹互辩。几天了后，齐卡森指控外交部去年12月甲捷克签署合作协助中建乌克兰医疗照护系统备忘录。无讲1000万美金，其中30%到40%用伫买台湾医材，也无说明招标方式，甲倒一寡厂商得标，指定由捷克卫生科技院执行部分，也互人家怀疑。我们已经汇款了300万元的美金，账户名称就是刚刚讲的那家公司 CHTI， 所以不是进到捷克的政府。伊点名捷克卫生科技院的主持人，去年3月来台了，就提到咱的大批专案，对方是捷克当地医疗供应商，正常关系真好。这支外交部间接介入捷克的在地政党政治。它是一个很大间的医材厂商，捷克的政商关系是非常良好的，会不会它就转成是给他们捷克当地国会议员的政治现金？这是我觉得一个非常合理的一个之一。被问到相关指控是不是有直接证据，是卡森指向这主持人社群平台资料佐证，这互外交部强烈回击，罕见直接点名是卡森委员，推理实在真含糊，互人无法度接受。由捷克政府指定捷克卫生科技院担任执行机构，受双方代表处的共同监督，但却被徐委员凭空捏造，并污指为密约，影射图利私部门，其推理逻辑之荒谬，令人匪夷所思。外交部强调，大致 MOU 依照条约缔结法规定，拢送到立法院备查，一切依法办理。对政治进步打击外交人员士气，佮抹黑理念共款的民主优化国家，爱强烈谴责。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紧继续来看美国大厦校园内底以下冲突的抗议，即马是愈闹愈大。伫咧密西根大厦是有警察摕脚踏车来挡学生，今伫咧维吉尼亚大厦，警察是直接甲抗议学生的边仔拆掉，强制清场。有媒体就分析，即届学生示威恐惊影响到美国总统拜登拼认真。
甲自行车行悬，美国远景用自行车挡伫抗议学生头前，甲学生向外靠塞。以下冲突的停火协议也无结论。美国大学学校针对以下冲突的抗议行动，说世界拢是。美国当地周三暗时，密西根大学的艺术博物馆外口，因为抗议学生组织，和两名远景用自行车驱赶人群，佮拘留一名抗议人士。测试迄一天，维吉尼亚学校内底的草地，因为和数十名学生大爆棚占掉的，和警方跳出爆棚驱赶，佮逮捕真侪名抗议人士。根据美联社报道，这个由哥伦比亚大学开始拖美国学校示威抗议潮，为4月中旬以来，已经有超过2000人获逮捕，佮豆豆拖去其他国家的大学。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甲以色列政府的联名，在美国社会内底本来就充满争议。暂时在着学校内底示威潮甲大爆棚抗议了后，又出现警察进入学校镇压，和社会的冲突愈来愈大。报道分析，美国会伫11月办总统大选，暂时民调显示，拜登伫30岁以下选民的支持率只剩50%，比4当前的61%更较低。而少年选票是拜登伫2020大选内底胜选的关键。但是这场学校示威潮继续拖，有可能严重打击民主党内的团结甲执政能力。而失去少年人支持的拜登，一定会影响伊的连任选情。公视新闻台是唐炳玉。继续来看巴西的南大河州，因为极端气候影响，大雨一直落，连续落几啊日啦，嘛造成当地83年以来上严重的水灾，有将近300人撤离开家园。救援人员嘛出动直升机，要去救因为大水掉伫咧厝顶的百姓。根据官方统计，目前尚无57人死亡，数十人失踪。直升机降落伫被引起的厝顶悬，救援人员提砖啊，拼命将厝顶的砖瓦甲玻璃降落来，甩去位住好手内，接过红烟啊，佮保险登去机舱内底。同款情形最近一直伫巴西南大河州出现。大水将街路甲公路引起，有人想要绕过，险险就被冲走。到暗暝无水无电，居民是真艰苦，无奈暴雨继续落，今年升至路途机撤离。连州长拢讲，这是当地83年来上严重水灾，超过3万人撤离家园。O pior desastre já registrado na história do Rio Grande do Sul. Talvez dos maiores desastres que o país tenha observado, pelo menos na história recente. 南大河州部分都市水位达到将近150年来上悬的纪录。除了交通设施受阻以外，当地泄水坝也真危险，随时可能放弃。当局呼吁民众赶紧离开危险的地带。啊，不过撤离的下一步，真侪人拢唔知影要安怎打算。Falta o meu sogro ainda. E tem mais pessoas, né, conhecidas também que ainda não foram resgatadas. Muito ajuda, muito. Nós ficamos sem dormir e sem comer, assim, nem nada, nós não temos nada. 南大河州各地因为大水，造成真侪件土石流灾情，引起居民的家园。科学家分析，气候变迁地区这几年极端天气发生的频率愈来愈悬，加上都是成型现象，对落雨有利条件全部斗做伙，才有这场大水的发生。记者综合报道。转来看过来，讲进前伫咧中华县交通队的一个姓涂的警察，伊因为前一年去互网络投资骗去，骗卖数百万，后来就家己归去加入诈骗集团，专门去替人领钱。警方查到是家己人了后，家己2大个免职。这法院一审是依照诈欺等罪，甲判2年9个月。伊就是曾经任职伫中华县警察局交通警察队的都城员警，执法者竟然成为诈骗集团的成员，毋但提供口座，还佫担任处款的车手，而且从中得利。中华电影顶个月25号一审，将这个都城员警以交的诈欺处财罪，判处应该执行2年9个月。涂姓严警本身担任警察的职务。那对于现金诈骗集团猖獗的情况十分了解，那却仍然参与这样的一个犯行。犯罪事实来看呢，是有指出他有这个本人有去转账跟提领现金。
报告书指出，2022年，伊因为投资虚拟货币被诈骗数百万，后来若加入诈骗集团，提公司的口座来当作人头小户，还佫担任车手来取款，拢总有9个被害人，被诈骗的金额就有148万外块，都城县警却只有得到17000块的报酬就被查到。检方侦查期间，都城县警还佫好人判刑，宣称是小被警时才知影，不过其实家己就参与其中。听到这个讯息，我们都觉得很讶异啦。都已经当警察都快退休了，还会犯这样大的错误？做喊的啦，安怎讲？啊，人民保姆就不应该做这种事情啊！中华电影审理了后，可能已经甲6个被害人达成和解，以诈欺处裁等罪嫌，判伊1年2个月到1年7个月不等的徒刑，合并应该执行2年9个月。中华警方嘛以声明来表示，除了将以2大国来免职，卖加强落实酷刑，以及加强法治的观念。记者中华采访报道。正前细老年保虐待囡仔致死案引起社会公论，卫生部公布上新的年保访视指引，讲每1年上部都要去访视6届，佮要评估年保的身心状态，避免囡仔去受到不当对待。新制度嘛对即时开始实施。4楼年母姊妹啊，加一岁半的查甫囡仔凯凯虐待致死亡案，引起全民对托育安全的重视。卫生部进前公告，上新版的年母访视指引采用分级方式，佮提高专业托、夜托、特殊需求儿童者的访视次数，佮较明确定出访视的观察重点。它会让访员知道我究竟应该要打开哪些资料夹，哪些资料夹不能被遗漏，有助于整个居家托育的品质管理跟风险降低。可以观察到的照顾品质的面向已经尽可能的罗列出来，但是我们认为必须要做全国访视辅导员的在职训练。新版的年母访视指引伫类型改造一般访视加加强访视，次数为每年至少4届提高到6届。头一届收托儿童1年以上采用一般访视，加强访视是专业夜托，也是有特殊需求的囡仔，因1年至少爱访视6届。伫这个同时，也明确列出观察重点，必须要了解年母伊的身心状况，也佮有囡仔互人无适当对待可能的情况，才会风险。一个访视员要负责辅导访视60位保姆，提升访视的次数，其实相应的就会增加访员的工作量，应该也要挹注相应的资源，降低他们一些比较无谓的行政工作，增加访视辅导员的人力，去降低他们的访视比，让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可以充分的在保姆家进行观察。社会团体肯定新指引是托育管理的重要里程，不过嘛认定必须要设置配套措施。卫生部指出，1个5月底会针对居家托育服务中心的访视辅导员进行沟通训练，在注重环境加设备的同时，加入观察囡仔的生活状态，希望会当降低儿童虐待发生的风险。记者综合报道。中华大基文创意园区今年结合母亲节，办理爱母亲、讲母语的活动，教育部长潘文忠嘛有去参加。也讲到最近针对闽南语这称呼的争议，潘文忠是讲会遵照国家语言发展法，那主管机关文化部有共识有决定，咱教育部嘛做伙来调整。中华台语文创意园区是全台湾唯一以台语为主的园区，今年成立满6周年。园区也结合母亲节举办爱母亲、讲母语的活动。正关心台语推广的总统副主席姚嘉文，嘛期待其他县市会当成立台语园区。像讲嘉义啊、台南云林做苗栗关贸人来，不过多数还是中华吼。北县市也希望讲会共款设置这款台语文的这个园区吼。2018年成立的台语文园区由关怀文教基金会负责管理，是推展台语的重要基地。面对最近教育部以闽南语来称呼台语，引起学者甲民间团体不满的争议，关怀文教基金会董事长周清玉认为，台语的讲法并无问题。要出席活动的教育部长潘文忠头摆针对这个议题做出回应，表示会照文化部的讨论结果来调整。一直是就是讲台语，就是台湾话。
咱客家嘛是台湾话，这就是台湾这个土地这个所在的话语，这无什么问题。文化部因为伊是国家语言发展法的主办的单位，伊嘛甲咱各部会目前有一寡讨论的基础，当然会希望讲大家若更较好的共识啦那文化部这边有做这个共识的决定，那教育部嘛会针对着这个名称，也是咱伫下校实施的课程的名称会同一步来进行教育部表示，2023年有针对语言名称调整开过几啊摆会议，但是各母语族群有无同的意见，目前也搁咧讨论。希望大家对本土语言的名称有共识，拢会当接受，安尼稍后的推展才会搁较顺势。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明仔载天气啥款来看详细资料。北部地区24度到30度。中部地区23度到32度，南部地区23度到34度，东部地区24度到31度，外岛地区20度到28度。感谢你收看今日 AM 新闻，稍等下继续收看台湾技术铺，我是志坚，咱明仔载同一时间再会。皮卡斯是台湾上界北边的故事。